第7章，恁毋通论断人，免得恁受论断，因为恁怎样论断人，也的确怎样受论断。恁用什么去量量互人，也的确用什么去量量互恁。为什么看见你的兄弟目睭中有刺，却无想家己目睭中有影茶呢？你家己目睭中有影茶，怎样会对你的兄弟讲，容允我除去你目睭中的刺呢？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，大先除去家己目睭中的影茶，然后才会看得清楚，去除去兄弟目睭中的刺。毋通将性命互狗，也毋通将恁的珍珠ฮ็伫猪的面前，惊了伊吞大了珍珠，挖过来加恁。恁祈求就互恁，找就找着，拍门就甲恁开门。因为凡那祈求的就得着，找就找着，拍门的就甲伊开门。恁中间一嘴有囝求饼，反转互伊石头呢？求鱼反转互伊蛇呢？恁虽然毋好，尚且知影摕好物件互囝儿，何况恁伫天顶的爸，减无将好的物件互求伊的人嘛？所以无论什么事，你愿意人怎样款待你，你也着怎样款待人，因为这是律法甲先知的道理。恁着入话门，因为带到灭无，迄个门是宽，路是大的，入去的人也多；带到永活，迄个门是矮，路是细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恁着提防假先知，因到恁遮来，外面满羊皮，内面却是残暴的豺狼。凭因的假子，就通认出因来。刺皮的顶面，减会摘葡萄呢？蒺藜的内面，减会摘无花果呢？安尼，凡那好树拢结好果子，独独歹树结歹果子。好树袂会结歹果子，歹树袂会结好果子。凡那无结好果子的树，就错落来，ฮ็伫火内，互伊凭因的果子，就通认出因来。凡那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袂会拢入天国，独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才会入去。当迄日，的确有真侪人对我讲：主啊主啊，阮毋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真侪的异能吗？我就明明甲因讲，我从来毋捌恁，恁这会做歹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所以凡那听见我这个话就去行的，通比一个长命人，将厝起伫磐石的顶面，雨压、水冲、风吹挡着迄个厝，厝总袂会倒塌，因为根基立伫磐石的顶面。凡那听见我这个话无去行的，亲像一个无知的人，将厝起伫沙土的顶面，雨压、水冲、风吹挡着迄个厝，厝就倒了，并且迄个倒是真大。
耶稣讲完这个话，众人拢稀奇伊的教示，因为伊教示因拄亲像有权柄的人，毋是亲像因的文士。